长的铁轨曾经负载许多人的成长记忆。刘科成从小在苗栗圣心车站旁长大，对铁道的感情深植在心。我们小时候的话，都是在这个广场在玩棒球。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会把这些玻璃贴掉。圣心车站早年因为附近有16座樟脑寮，旧名又叫16份，曾是转运枢纽，还是纵贯线海拔最高的车站。旧山线停驶后风光不再，刘科成却慧眼独具，决定回乡发展。当初叫我们跟着我们的背影，跟着我们的屁股，就一直接过来，就是把休闲产业把它提高起来，这样。把父亲经营的货运行变成怀旧餐厅，铁道观光带来庞大商机。刘科成掩不住欣慰，怀乡铁道上交织出的生命轨迹还鲜明无比。不到6点的时候就会叫了嘛。就是说后荒床喽，该起床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后荒床喽，后荒床喽。7、8分钟哈，我们包含一般的盥洗，然后吃早餐、包便当，通通含在里面了。而今观光产业唤醒沉睡小镇，铁道生活陪伴许多人的成长记忆，还会继续延伸下去。后荒床喽，后荒床喽。